呢度係我去過最超嘅墳墓，佢就係位於首爾宣寧站旁嘅宣正陵啦。宣正陵係宣陵同埋正陵嘅合稱，係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嚟噶。佢係朝鮮王朝嘅皇室陵墓，埋葬咗成宗同埋貞顯皇后同埋2個人嘅仔中宗。距離建成已經有500年嘅歷史。有古老嘅石像、儀式用嘅建築同埋守墓人嘅小屋，可以感受到韓國古代嘅氣氛。呢度除咗係旅遊景點之外，仲係一個本地人嘅公園。一朝早就可以見到有好多老人家嚟晨運，仲擺咗啲書出嚟，俾人一邊乘涼一邊睇書。有啲人可能覺得去墳墓附近會有啲抗拒，所以我覺得好有趣嘅係呢度竟然變咗做一個公園。大家每日都會好輕鬆自在咁樣嚟晨運，因為佢係難得6點就會開嘅景點，搭中午機走嘅話都可以嚟咗呢度先去機場。記得 follow 我，之後仲會有更多嘅旅遊分享㗎。